台湾连续6年无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今年嘛也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连续3年呼吁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阁有记者伫咧战争前线过身，一个法新社记者索尔丁今年才32岁，将伫咧巴赫姆特采访后会见炮崩死。印度曼尼普尔邦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至少有60个人死亡，3万人逃难。当地目前网络封测灯由军方监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咱台湾是已经连续6年无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今年的大会5月2日就要起稿，不过咱目前也是无收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已经连续3年公开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和台湾用这观察员的身份参加。顶日啊，主席外长的联合声明话讲，希望爱互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其实咱台湾对2009年到2016年，拢有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不过自2017年到当，拢一直无收到邀请。历史讲，在疫情拄开始的时阵，因为咱防疫做甲袂歹，国际听咱的声势真好，不过咱犹原是无法度参加。所以讲，即阵咱的外交部长王教授就讲，目前还咧尽力争取，希望讲今年国际天然的声势会当继续压悬。世界卫生大会 （WHO） 日就要伫瑞士召开，台湾还未收到邀请函，恐惊连续7年无法度参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到透过声明，表达美国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WHO 的立场，这嘛是布林肯就任以来第3届发声明支持台湾参与。美国对我们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个支持度向来是非常高的。我们跟美国一起，也在游说其他的这些理念相近国家，希望今年支持我们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声势能够达到历史空前。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讲，目前要拍拼伫咧争取，有关国家嘛提案协助。毋但是 WHO、APEC 11月份嘛会伫咧旧金山举行。美国几个议员已经写配合布林肯，呼吁伊邀请总统蔡英文出席领袖会议。不过吴钊燮讲，这个难度是真悬。APEC 很多的事情都是要透过共视觉来进行，那所以这个事情的那个难度是极高无比。同一个时间，美国甲英国的外交部长伫华府举行会谈，两个人会后讲对台海议题立场一致。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强调讲，英国必须要对抗中国无适当的行为，台海安全是影响全球的议题。And we have to engage with China directly, whether that be on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hich of course is something which affects all of us when it comes to key issues like ensu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As well as looking for way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where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solve big challenges. 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英国有一个妇女有裂腺体疾病，所以是28人的裂腺体被免遗传给因囝。当婴仔出世啊，当时是有爸母甲捐赠者3个人的 DNA。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言论引起争议的中国驻法国大使罗沙野，风声5月15可能会去互调转去中国报告，显示讲在中国的战狼外交有大动现象。英国 Times 报道，罗西亚华格纳佣兵军团和英国列入恐怖组织的恶名单。除了经济制裁，任何参加也是听华格纳集团的行为，拢算是犯罪。受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去年当选的美国纽约州的众议员桑托斯，因为学历甲经历拢是假的，最近有可能就会去互联邦法院起诉。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有卫生专家小组指出，女性面部的电根检查应该对目前建议的50岁提早到40岁，预计是会当挽救20%的性命。咱昨讲到今年的普利兹新闻大奖，有真侪作品拢甲这乌克兰的战争有关系。不过，即阵是阁有一个伫咧前线采访、伫咧巴赫姆特采访的记者，互火箭炮崩死，是法新社记者索尔丁，今年才32岁尔。另外，美国国防部是宣布要阁送乌克兰370亿大票的武器。罗西亚总统普京就美讲，西方甲乌克兰当作人质。不幸顺一个法新社记者索尔丁初到下晡4点左右，伫俄东的巴赫姆特附近，互俄军火箭炮攻击当场死亡，享年32岁。法新社其他4个成员拢无受伤，包含法新社官方甲法国总统马克宏甲美国白宫拢发推文表示哀悼。
另外，巴赫姆特的战局继续在当地作战呢，俄国用兵阻止瓦格纳兵团。团长普里戈金查考继续要求莫斯科赶紧补给所需要弹药。то мы уйдем с позиции и зададим вопрос, все-таки кто Родине изменяет? Видимо, тот, кто подписывал. 相对俄军伫前线弹药补给出现问题，美国国防部初九时宣布，会个军援乌克兰12亿美金，核心台票将近370亿。这摆援助会包含各种的防空弹药、无人机、大炮等各种的武器。这是俄乌战争了后，美方对乌克兰进行的第38摆军援，总金额已经付1.13兆的新台票。Дякую президенту Байдену, Конгресу, обом партіям та кожній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родині за незмінну підтримку і за американську силу, яка додає нам міцності. 5月初9原本是乌克兰甲俄国纪念之前打败德国纳粹胜利日，不过为显示俄国侵略，就甲纳粹同款。泽伦斯基已经通知国会将胜利日提前到5月初8。5月初9是定做欧洲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初9也个访问基辅。俄国总统普廷初9伫莫斯科红场发表胜利日演讲，批评西方国家散布恐吓症，对俄国发起真正战争。乌克兰是沦为西方政权的阵地。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причина катастрофы, которую переживает сейчас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Он стал заложни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и сложившегося на его базе преступного режима его западных хозяев. 虽然普廷演讲当中，俄罗参战的俄军拢是英雄，也夸口最后会摕到胜利。不过今年红场阅兵阵容当中，无看到以前现代战车身影，也透露俄军伫乌克兰战场顶悬损失是真惨重。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辑。印度的曼尼普尔邦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至少是有60个人死亡，超过3万人逃难。目前当地网络是由防切断器，由军方监控。印度即阵是有真侪种族甲部落，这回发生冲突的地点是伫咧东北部这带。咱连看到这个所在的种族是特别多。印度政府是会甲一寡族群列入官方的名单，本地用意是提供一寡台具解决歧视问题，亲像考大学、选举拢有保留的名额。不过，即阵出代志的曼尼普尔邦上大梅泰族是因为因有可能得到官方认证的地位，所以其实引起其他族群的不满。惊讲家己找头路考大学的机会会去互占去，所以才会引起这款冲突。今日民警互相斗相共，无处通转去的难民，在关键的协助之下，去临时避难所。有人找到出来人了后，小男做火口。印度曼尼普尔邦为这个月初开始爆发严重的种族冲突，不但客情4个杀害无共立场的民众，造成真侪人逃亡。有人搁亲目睭看到朋友互刺杀，真惊吓。When there was no way out, he ran to the paddy field to run away from the commandos and the Meitei goons. He was shot at the back, and then when he fell down, they approached him and shot him point blank at the forehead. 这件冲突是因为当地人口占比一半，嘛是上大的族群梅泰族有可能得到表列部落的地位，引起库吉族等等其他部落的不满。因为互入表列部落，会得到特定的公务工作、读大学的名额、甲选举保留时处等等真侪福利，互其他部落烦恼族群的就业甲读册机会会受到影响，所以部落学生联盟就发动抗议游行，希望政府会当拒绝梅泰族的要求，所以引起严重的种族冲突。有暴徒就趁机会四界放火、烧车、烧架架，造成数百人死伤，超过35000人无处通转去。As of now, around 60s, सब innocent हैं, और injured हुआ है around 231 people. 为了控制冲突，印度军方甲负责边境安全的阿萨姆步枪队出动数千名士兵介入，用直升机甲无人机来侦查甲监视，佮实施宵禁甲切断网络，一直到初9才放零宵禁的限制。अभी काफी जगहों पर नॉर्मलसी है, लोग अपना रोजमर्रा का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कर्फ्यू में ढील दी गई है। इंटरनेट सर्विसेज अभी जैसा कि आप जानते हैं अगले 5 दिनों के लिए बढ़ाया गया था। 印度最高法院对这个事件表达关心，已经要求曼尼普尔邦政府在1礼拜以后提交一份救济甲中间的相关报告。公视新闻台同朋友。美国前总统川普指控涉嫌性侵一个作家卡罗尔，但纽约法院陪审团是驳回性侵害指控。不过判川普爱针对性虐抬杠诽谤赔500万的美金，和代票是1亿5000万。
Trump 即阵是伫咧网络刊文章指控判决无公平 ，Trump 的律师嘛表示会搁上诉。76岁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控涉嫌伫1996年曼哈顿一间百货公司刺杀警性侵流行杂志专栏作家卡罗尔。陪审团伫查告宣判，川普伫性虐待甲诽谤的罪名成立，要赔偿500万美金。另外，性侵部分因为无到法定性侵的程度被驳回。79岁卡罗尔行出法庭时阵无讲话，个笑眯眯。伊透过声明指出，真相总算清楚。川普代表律师是讲，判决结果互人感觉真奇怪。You know, it was strange. Part of me was obviously very happy that Donald Trump was not branded a rapist. I did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any liability findings, so we'll pursue it. We'll pursue that. 川普透过社群写过一篇文章，控诉审判不公平，甲判决结果真不足人，佮批评美国司法体制。进前也针对总统大选议题，批评民主党是假信息党，讲家己最后会胜过拜登。川普伫2021年底宣布过竞选美国总统，伊涉嫌真济件刑事诉讼，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面临刑事官司的前总统。根据便利社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虽然川普官司定审，不过核心的支持者依然毋捌改变立场。4月川普为风吹的费用案件出庭了后，民调无共反倒拉提悬，查到民事诉讼判决。川普毋免坐假，也甲亲支持者认为川普是司法受害者的印象，后续是毋是影响川普的选情，要搁观察。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泰国甲土耳其即礼拜拢要大选，泰国迄边目前民调排第1甲第2的拢是现任的总理，现任的总理帕拉育民调是只是连人的一半都无。也若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因为年初地动处理较歹，互骂甲。不过，伊的投票区犹然是讲会填到底。泰国大选是来到上尾的阶段，选情嘛随时拢在变化。虽然为泰党的民调支持度同款领先，但是受访者互问到对一个政党头人上适合做泰国总理的时阵，为泰党的候选人贝东丹说，互另外一个在野党前进党的皮塔乔车变作第2。现任总理帕拉育民调是连因的一半拢无。贝东丹伫这场大选内面，洪形容讲是公主的复仇。伊的出身是泰国政坛上传奇的戴克辛家族，老爸和阿哥拢捌做总理，但是前后拢因为政变落台，而且派做流亡海外。外界认为讲戴克辛家族敢会当转来政坛，就看这阵啊。มันเป็น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สำหรับผมมองว่านี่คือการเดิมพันครั้งสุดท้ายของคุณทักษิณและคนในตระกูลชินวัตรที่ระดมทรัพยากร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มาใช้ใน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รอบนี้นะครับคือถ้าไม่แลนสไลด์หรือ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นที่1ในการจัดตั้งรัฐบาลได้เนี่ยผมคิดว่าด้วยวัยปีนี้คุณทักษิณวัย74 ปีนะครับ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หรือการจะกลับมา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ก็คงจะมืดมนคงจะยากนะครับ同款嘛是第14办大选的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是在面对插政治以来上艰苦的一战。有民调显示有可能无法度连任，原因和年初大地震政府的反应上慢有关系。不过路透社去走访迄当中受创上严重的哈泰省，居民投票的意向煞拢无同。Tabii ki. Tabii ki. Yani şimdi biz gerçeği konuşalım. Şimdi benim ailem öldü. Benim ailem ölmüş. Ben tepkili olmayacağım ha. Kepçe gelmedi, bilmem ne gelmedi. İnşallah iyi geçecek. Reisimiz kazanacak. Ve reisimiz sağ olduğu sürece tüm dünya yani Türk vatandaşları her daim yanındadır. 哈泰省和其他灾区过去是埃尔多安的铁票区，就算发生地动，一个选民同款是支持伊，而且佫认为讲埃尔多安连任才会当继续中建。执政党政治发展党4月的支持率已经转来到地动进前，但是有专家认为讲，和地动比起来，土耳其佫较大的危机是通膨，经济问题才是决定埃尔多安敢会当甲总统大位保护掉的关键。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现代有的女性会去冷冻卵子，甲生囝机会保存落来。不过，中国对冷冻卵子的规定真严格，一定要结婚才会当。所以有一个未婚的女子要去冷冻卵子，去互病院拒绝。这个女性是决定要甲病院告，不过这阵一审是判败诉。穿写字白色西装外套、清茶榴莲持小者拜二到北京出庭，为争取单身女子的当人权益，继续奋战。我当然希望就是所有有这个生育意愿的单身女性都能够平等的享有这个权利。
持守者是伫2018年30岁时阵，甲北京病院被当两，希望保留将来生囡仔权利。迄时阵各项健康检查结果拢显示伊符合条件。最后因为无法度提出结婚证明，便以拒绝为提供者服务。伊认为婚姻只是生囡仔手段，毋是前提。真生气伫隔年提告要求病院停止，侵犯伊的生育自主权。不过去年7月一审判决伊败诉，虽然判决时正开时间，持守者依然决定上诉讨公道。这件事情对单身女性来说很重要，所以我自己也，就是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成长嘛，我觉得我也不太想轻易的放弃它。中国卫生部的法规单身女性免当两，不过允准无结婚的男性捐精或者是保存精子。不过数据显示，今年中国人口60年来第一摆出现负成长。今年3月，政协会议多人提议对无结婚的女性开放生育医疗服务。至少这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争取当两个未婚女性。伊认为目前方向好亲像有转变，若自身阳性素也马上去当两。公司新闻将回面变析。咱国友邦海地首都太子港拜一受大丁工业园区劳工就价抗议，要求政府要甲上加工资要求较悬咧。不过，煞是去互警方用催泪弹赶走。另外，中东黎巴嫩是有一大堆民众伫咧首都一间银行头前烧咧呐，叫银行甲因欠的钱拢还互因。对这争夺车发口号，爱政府是了解人民有偌苦。咱的友邦海地首都太子港的街仔路，当地时间初九有一大堆工业园区的劳工来到这，爱执政当局提悬上加工资，互因挖落去。Yo, machine montée, gaz d'ap monté, mais faut faire un regard, regardez mon factory. Yo, nous voyons comme si qui dans le bas social là. Ça a toujours arrivé en Haïti. Nous mettons fait tout ce qu'on a fait. Yo, critiquez nous, yo, nous factory, mais je ne dis rien. V'lez pas, faut aller mettre comme sur nous, parce que nous-mêmes nous pas tout ça. Chaque jour nous appelons l'arrière pour lui. Doit garder à la moudade jusqu'au bout. 当和平示威说服警方用催泪弹强势咧赶，海地最近几档帮派是真创秋，定定咧阻挡也是抢物资，互当地已经真歹的经济状况，即嘛是歹到有剩。目前这的通膨率已经起到49.3%。联合国组织国估计讲，海地有490万人无物件通食。同款因为经济规个放弃，加受折磨的中东国家黎巴嫩，拜一受一大堆民众，拢到首都贝鲁特市中心的银行头前烧太阳，而且想要甲提款机规个弄个歹。火气会遮大，就是因为政府伫面对经济危机了后，是一直严格限制钱欠在银行的人去提款，互民众有钱无地领。إنه نحن مجموعة مودعين ما رح نترك حقنا لا هلا ولا بعدين لازم يفهموها ما بقى رح نوضح لهم اليوم رحنا على إدارة عودة بكرة رح نروح على كل الإدارات وعلى بيوت أصحاب المصارف على بيوتهم وعلى مصالحهم 黎巴嫩爆发经济危机已经4档啊，4档内民众是一直伫物价直直起，欠电、欠燃料、欠药品，这状况内面活甲真艰苦。过去嘛捌发生生气的民众冲入去银行，都是为着要甲家己的现金抢转来。但是到目前为止，黎巴嫩政府还未通过紧急改革，甲现金还互民众，恢复经济的计划。公司新闻市湾梁编译。今年4月是西班牙60年来上介大、上介热的4月。西班牙主要的农作物柑仔籽已经连续2年收成真歹，所以有农民是就街头抗议，要求政府要给因补贴，改善供水。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莱利达农民初九开大型火力啊，上街路、市喇叭慢慢游行市区，因为长期靠花限水，已经互因无法度稳定种植，有人收成只剩2趴，得要换不落去。工会要求政府提供经济补贴、税收甲劳动奖励措施，搁改善灌溉网络，确保农业所需。Hoy estamos aquí básicamente por la incertidumbre que hay en el sector. Una mesura d'impacte, d'ajudar el pagès a acabar de recollir el que hi ha i de preparar la següent collita. Nosaltres tenim ajudes, però sempre ens les paguen a la següent collita.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特别指出，今年4月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上大数相关粉的一个4月，为空中回民因看到。可花上严重安达卢西亚加加泰隆尼亚地区，真块河道已经正做细细溪啊，只剩一大片大家避开黄土，水库平均蓄水量只剩75%，而且到秋天进前，恐吓无法度出现连续落雨来疏解旱象。
指控强行明星农业无够，农业只好限制，连内涵内在草根收也受影响。今年收成比去年少将近一半，今年产量也过较少。气候危机造成饮食危机，地中海饮食一定爱有的草根油，伫后明一年内起5成，西班牙食品绩效全年起16.5%，后明阁起到19.2%。为保护水资源，警方也积极执法。车港宣布，经过4年追查，伫安达卢西亚抓到250个非法农的水井池仔，各掠26个私自种热带水果嫌犯。对依照危害自然资源环境，盗用公共水源种水果这罪名进行调查。公视新闻是会中朋友。去年带阿根廷摕到世界杯冠军的梅西，但是摕到体育界的大奖劳伦斯最佳男运动员。不过有媒体是亚康讲，梅西后一季要换去沙烏地阿拉伯踢球。梅西的经纪人好字强调讲也未决定。有体坛奥斯卡之称的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最佳查甫运动员奖颁予阿根廷脚球名车梅西。Siempre es lindo recibir reconocimiento de este tipo. Pero bueno, juego en un deporte de equipo y este año tuve la 由梅西领军伫去年摕世界杯冠军的阿根廷国家队也摕最佳团队奖，和梅西成做劳伦斯奖书包办2项大奖的第一人。不过这么大情形，梅西所属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刷点主主无公开奖区，让人感觉双方关系无正常。事实上，梅西甲大巴黎合约6月就要到期。法国媒体最近曝光，梅西一季转战沙特阿拉伯职业联赛已经是定局，红城年薪加福利超过新台票200亿。不过，伊经纪人爸爸霍金强调，一切要等到法甲赛季结束才会做出决定。梅西之前因为无经过批准，被去沙特阿拉伯担任观光大赛，和圣日耳曼处罚停赛停训停薪水2礼拜。真侪法国球迷顶礼拜也伫球队总部门口表达对梅西不满，因为伊伫法甲赛表现不如预期。真侪阿根廷球迷希望梅西归去离开法国，重回巴塞隆纳。Yo creo que sería bueno una otra que termine su carrera en el Barcelona. Creo que sería lo ideal, ¿no? 梅西伫下个月就要36岁啊！伫甲圣日耳曼关系恶化了后，伊会选择去倒位，球迷拢正关心。公视新闻张慧敏评价。瑞典的儿童慈善团体5月花，当年4月到5月拢会办活动，互囡仔要应用纸花做的面针来募款。今年是有一位难民囡仔募到超过700万台票的善款。不过，其实这背后是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咱做回来看。就是这个今年11岁查甫囡仔莫拉夫拍破瑞典儿童慈善团体5月花成立100几年以来的募款纪录，靠卖这种纸花做的饼针，伫2礼拜内就募到23万美金，差不多代表700几万的善款。This is totally outstanding. We have never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before. 5月花这个慈善团体专门伫帮助瑞典一寡较善车的囡仔，因每年拢会伫4月到5月这段时间举办募款的活动，参加募款的囡仔会派一个这种小卡棒，内面放手工做的纸花饼针，囡仔会当徛伫路边卖饼针，即马嘛会当伫网络卖，卖的钱团体会拨10%，互即个囡仔做奖励。所以参加募款活动，毋但会当帮助别人，嘛会当替家己趁一寡所费。莫拉夫拍破纪录，募到遮尔侪钱，虽然真欢喜，但是事实上背后的故事真心酸。This story has a really dark side, which is that he was attacked by racists, both outside the store where he sold flowers, but also on social media. 莫拉夫的爸母是非洲的伊索比亚来瑞典的难民，虽然伊伫瑞典出世，但是到当11岁啊，还是无瑞典公民的身份，而且伊伫街仔路卖纸花饼针的时，互一寡人用歹听话干骂，搁甲赶走，根本就卖无几个饼针。后来莫拉夫的朋友甲伊受到种族歧视的代志铺伫网络顶头，想袂到引起大家注意，就连瑞典的前总理都来甲伊买饼针声援。但是问莫拉夫5月花慈善团体互伊奖励的钱，伊想要摕来买啥物？伊却是安尼回答。Själv ja, för nu har jag inte 4 sista siffrorna, så vill jag så frågar mamma, går det att köpa uppehållstillstånd, alltså de 4 sista siffrorna? Mamma sa tyvärr så går det inte.
事实上，瑞典这几年因为收容真侪外国难民，社会上反对移民的声音愈来愈大。但是莫拉夫的代志证明，瑞典还是有足侪有爱心的人，愿意出手来帮助这些难民的囡仔。记者甘恩恩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